Hello， 欢迎收看《狗狗讲哈会》，我是敏华。我们今天来到苗栗，因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在里面排演新的戏曲，这个戏曲相当的特别。透过镜头带大家一起先睹为快喽。三高城来夜皮囊，有讲有唱，表情、肢体更是生动到位。荣兴客家采茶剧团认真彩排性感戏曲。这部性感戏曲捧凤媚音，幽默逗趣，不但有大量通俗的客家俚语，也充分展现客种文化。捧凤媚音是用客家东方美人茶做一个主题，但是以一个茶为题，不过多方的内容，有小可，也有爱情故事，也有传统客家的文化。相当的神奇啊！哈，这部戏曲以茶为主题，不但有浪漫喜剧的元素，也有采茶文化，另外还看得到客庄的常民生活。全台湾总共有7场巡回演出，含有8集琼哈表演，内容精彩可期。第一次以碰风美人茶为主轴，其实我们每年出国都会送我们的客家乡亲或者是海外的朋友东方美人茶，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台三线里我们客家人很有名的茶叶，所以这一次我们为了要做这出戏，我们还特别去了解制茶以前制茶的过程是什么。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希望用这部性感戏曲呈现浪漫台三线的不同风貌，本乡下斗音地客家戏曲。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学到了这个客家八音，我们看了他现场的表演，真的哦，它是客家最传统的音乐演奏方式，有9腔18调。重点是学到新的词，来复习一遍吧。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八音 ，bajim。第二个词呢就是戏曲 ，hq。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来看这句话就是让更多人认识客家的戏曲。本乡下斗人的客家戏曲，本乡下斗人的客家戏曲，你们都有学会了吗？亲身体验过、听过现场的八音演奏吗？你一定要来感受看看喽！我们明天见，拜拜。